我发了上旋之后，那我可以知道准备什么？我只需要准备好正反手的长球、上旋球，有等着对方打过来就可以了。那打过来之后，那是不是正好我们既有准备，并且打的还是我们平常练的基本功的这些套路？那你自己是不是会发现，哎，那我这个球发好了，我对于后边的衔接是非常的流畅啊。上旋对方给你打了，来你来。你现场直播，你给我打打看，好吧？你给我打打看，并且我也可以这么说，我给你发上旋，我就是让你打，你不打我还不乐意呢。你打我就等着你，难道爆挑我直线？不可能，你再发力，绝对是斜线，我等着你，你来呗，对不对？你给我直线，好，给我反手不行，那你直线线短，又不敢发太大力，只能轻推。好的。球质量低，球速慢，我转换到反手我也来得及。请问你能拿我怎么办呢？没办法，是不是一点招都没有？所以说，朋友们，这个侧上旋发球最大的一个用处啊，就是能够很好的限制对手接发球的手段啊，你能更好的算计到下一板的抢攻。但是限制好手段只是这个上旋球的一个特点。那大家想想，怎么既能限制他的手段，还要限制对手出手的质量呢？刚刚这位朋友说他可以打我，那也得分球。我学一下大家，你们平常可能在某些视频以及网络直播教学当中看到教学的上旋球，是不是都是这么教你的？你们看看啊，是不是都是这么教你的？比如说就是勾手，就举这个勾手发球为例啊，你看这个上旋是不是让你提上来，提上来，手腕掉下去，提上来。你们是不是都是这样去发的？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们有没有是这样去发上旋球的？勾手，是不是这么教你们的？对不对？朋友们，请问这个球有任何质量吗？有任何质量吗？我个人觉得是没有任何质量。为什么？要弧线，球不够低，是吧？你要这个速度，球很慢；要隐蔽性，你亮给对方看。谁不知道是个上旋？并且最关键的来了，你大家自己想想，对手给你发的上旋球，你作为去接发球这一方来说，什么球你才会打它？第一，球太慢，并且第二个什么？球冒高。第三个是什么呢？球会长，球会长你才会打，因为打为什么质量高？长了之后我能身体的力量这样去发力。那我给你发个短的呢？你完全用手指手腕上来的暴挑，你能挑出多大的劲儿，并且你又能挑出多大的稳定呢？所以说，我现在教给大家什么？如何把上旋球，首先第一发的像下旋球一样，其次我教你怎么把这个球发的，你能发出2跳甚至3跳，根本不出台，并且发过去的球轻飘飘，让对手借不上力，这才是发好上旋球最好的一个地方，对不对？来，我教你们怎么去发啊，因为这些呢，朋友们。你用在你去说啊是上旋没错，但是这种球你要运用到实战当中，可能是要出问题的，出问题。我教你们怎么去发，你们自己比较一下啊。可能很多朋友们现在你们的勾手侧上旋，然后你们再看我的勾手侧上，朋友们，你们觉得哪个好接？自己觉得哪个好接，哪个好判断啊？这就是侧上。你们自己觉得哪个好接好判断？肯定是第一个呀。第二个，你会有的时候朋友们都觉得我发的像个下旋，对不对？又有的朋友们说，哎，这个球又低又短，球还不太往前走。请问这种球你咋接？这么低，你挑也使不上劲儿，你只能这么挑，那机会不就来了吗？是不是？好，那我现在教你们怎么把这球给发好啊。首先第一个呢，大家要知道上旋球的来源，它不是说我只有往上提才能提出上旋啊。我就是没有你发的转啊！我发这个朋友们，这个我也要临时打断一下啊。上旋球，你真的不是说为了把这个球发的多么的转，因为上旋再上，它也就那个样，它再上旋没有正手拉弧线球拉的这么上，对不对？那我们去发上旋的目的，大家要知道啊，目的性是为了能让对手什么？第一，他不好判断，提升他搓球的概率。你发个上旋，他一搓。球不就肯定得最起码得高吧？所以说呢，我们千万不要追求你发的上旋，对手一搓他得飞好远。我们只需要做到我发的上旋呢，对手一搓它是高的就可以了。那高的这种球，就
就等于送分的了。所以说你没有必要去追求拱，特别是在短球当中，千万不要去形成你是在提上去的拱球。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提呢？大家看，我提上去纯上旋，那这个球会拼了命的往前去跳。它第一跳可能是短的，但是随着这个球往前拱，大家看第一跳是短的，但是这个球怎么后边的延长往前拱得太厉害，所以说它就拱长了，所以说我们的上旋球不要建议去提。大家看我教你们怎么去发，刚刚也说过了。回归正题，上旋球的形成不是说完全靠提的，我只要我的拍面它是偏立着一点，我在摩擦球的时候，我能够去摩擦到球的后方，或者说是侧面，这个球就能形成上旋。它并不是说我就得往上提，往上蹭就叫拱了，这就是上旋的升级版了。你发短球是不好发的。那我们只要拍面是立着，大家去看，我只要能够接触球的后侧或者侧部，你看这个球已经就是什么，已经就是上旋了。大家看这个球是直直的往前走的，它是往前走，不会往回拐的。那我要发的侧下是这样的，它是往回走的，对不对？那这种球就是上旋了，看了吗，朋友们？所以说我们在去练习这个侧上旋球的时候，你的出发点一定要去准，出发点准了，你才能够把你的感觉去找好。所以说一定要先学会第一个感觉，不是提着把它的上旋发强发拱，而是说我要保持什么，只要能够发出上旋来就可以了，其余的跟下旋球越像越好，越像越好。所以说你制造上旋这个动作，提的动作直接去掉，你只需要学会一个接触球这一瞬间拍行力接触球的后方，这个球就是一个上旋。大家看我现在发的上旋球，我有去往上提吗？没有。球是上旋吗？绝对是上旋。为什么是上旋？因为我接触球，我的拍形拍面是立着的，对不对？我拍面是立着，立着这个球就摩擦球后方，这个球自然就往前走了，明白朋友们？所以说你要知道，你在去发上旋球的时候，这个形成旋转它是靠拍形的。那第二个点是什么呢？那勾手侧上旋，那我们如果说想把这个球发的球落了台子，让它不太往前走，发过去的球轻飘飘借不上力，所以说我们再去摩擦这个球的时候啊，一定要注意你的整体的力量千万不能去往上或者往前再去走了。你如果往上往前再去走，本来这个球就是个上旋，球已经有一个往前跳往前走的一个力量了，有个旋转了。那如果说我们这次再通过我动作的走向往前再去发力，那这个球只会跳得更远，飞得更长。所以说呢，我们要避免自己动作方向的一个二次的向前加力，反而我们要通过自己的动作向另一个方向进行一个什么卸力。什么叫卸力呢？就是把它向前的力量给它减少，把它给它卸掉。那所以说我们再去发勾手侧上旋的时候，拍行力的你能保持这个球是个上旋。大家看我的发力方向是往哪里？大家看我的发力方向是往哪儿？我的发力方向是不是有点什么往侧？是不是有点往侧面去走一走？包括我用直板去发，大家再去看1、2，看1、2，我是不是再去往侧的力量多了？那我往侧的力量多的时候，为什么这个球它能发短呢？你向侧的力量多了，那向前的力量它是不是自然就少了？对不对？那球的旋转它是往前没问题，但是我们的劲儿都往侧面走，往侧前方去走，那这样往侧的力量多了，向前力量很少，相当于我们这个球落了台子发到对面之后，这个球往前这个拱啊往前跑，是因为这个球是个上旋。那我们往侧呢，就是让这个球别往前跑得这么有力，别跑得这么有劲儿，别跑得这么快，相当于我们再去往侧用力的时候，就是给球一个卸力，也就是一个刹车。大家你们自己看看我发力方向啊，往前的时候必然出台，是吧？球往前落台加速很快，对不对？那你看我再去往侧的时候，对不对？你看
这个球还会再往前有这么快的力量和速度吗？不会了。你是不是发的这个球的速度越慢，这个球过去越轻飘飘，对手看起来越像一个下旋，越一个下旋，对不对？这都是侧上啊，对不对？哎，我的，都是侧上旋，我一个侧下旋没发，对吧？往侧1、2，啊，往侧，看到这个感觉了吗，朋友们？你一定要注意往侧。然后呢，我现在再去给大家讲讲，是吧？刚刚我们是学会了一个卸力，是吧？通过往侧让它向前的力量少一点。那我现在要告诉你们，这个球如何再能从动作上面让这个球啊看起来更像是一个下旋球，更像是一个下旋球。然后呢，大家你们可以这个帮主播点点赞嘛？可不可以帮主播点点赞？咱们能不能先给主播冲击到个5万赞啊？因为这两天这个确实比较累，然后呢也是硬着头皮给大家直播，希望大家能给主播呢去鼓鼓劲儿，点点赞，咱们先冲到5万赞可以吗？哎，先冲到这个5万赞啊，冲到5万赞，然后呢马上啊，现在我接着给大家去讲怎么去把这球发得更向下旋一点。我现在再给大家发一遍，你看看我现在这个动作跟刚刚的又有什么一个小区别？大家看我现在这个动作是怎么样？大家再看一眼啊，我现在变成了什么？不仅是我往侧的多了，我在往侧的同时，我还有往侧下，对不对？我还有往下的力。其实往下的力有一个什么好处？第一，会让你再去卸这个力的时候会卸得更好。其次呢，你动作越往下，越能给对手产生一个你是在发下旋的一个动作。明白了吗，朋友们？哎，大家看啊，我再去给你们发一遍，包括用纸板再去给你们发。你看，准备侧下，你看我往哪？右侧下方，右侧下方用力，看，我是在往右侧下方用力，对不对？那我再去往右侧下方用力，刚刚也说过，为什么我去往下也能够更好的卸力呢？其实大家要知道。你想减少往前的力，那只要你的动作啊往其他的地方，那其实什么哪里都行，哪里都行，并且这个往下也是最好卸力的。给你们举个例子，什么例子？你看，正常我把这个球弹起来，我往上打，球会飞得更高，对吧？那我现在大家看什么叫卸力？我现在不往上打了，我往下，大家看这个球会怎么样？这个球会直接吸在我拍子上。看了朋友们，很多朋友说你正手交替粘的是好，我换反手，大家看到了吗？这就是卸力，这就是一个卸力感。看到这个卸力感什么意思吗？就相当于哎，这个球我继续往上打，球会飞，那我现在往下卸力，你看这个球还有劲儿吗？没劲儿了，所以说最后他老老实实停我拍子上，动不了了。其实我们发球这个向下啊，向侧，并且还要向下的这个感觉就是一样的。我往下的多了，这个球呢向前的力量它又会减少，向前力量减少，这个球发过去更会轻飘飘，更不太会往前走球，发过去更像个下旋，并且呢你的动作还往下。大家你们自己想想，是不是除了我的拍形式跟下旋球不一样，是吧？下旋球我是偏平着，这是偏下旋，对不对？我偏立着点，这是偏上旋。除了拍形跟下旋球不一样，我是不是在从我的动作、我的发力的方向，包括发过去的球的一个感觉，是不是都尽可能的跟下旋球最大程度的相似啊？是不是？那所以说我这个侧上旋发球，你看，它能够发出又短还能又转。你说这个上旋球对手一搓直接会飞老远吗？绝对不会像这个一样，不会有这个飞得远。但是它搓过来的球，它绝对是高的。那你朋友们自己想，这个那我这个侧上旋是不是已经达到目的了？对不对？我既能让它一搓是高，那也就相当于我都是在逼迫着对方进行挑打。但是我发的这个球轻飘飘，不太往前走球，并且这个球呢还是短的，它只能进行正反手的挑打，它用不上力，越主动发力越要丢球。
他借着我的一点力，又怕下网，因为球低嘛，我再造点弧线。哎，那这个球，你说这种挑过来的球，你们还会害怕吗？不会害怕了吗？发完了等在这里就行了呀。正反手长球，你的基本功不就出来了吗？是不是？刚刚这位朋友说，为什么你这个动作可以发出上旋球来？我一直在给大家强调啊，发球的旋转跟你的动作半毛钱关系都没有啊，不能说半毛钱关系都没有，有关系，但是最直接的关系是什么？你的拍形啊，我刚刚不跟大家说了吗？我发上旋球，我的上旋的来源不是说我的动作，而是说我在接触球的时候，我的从侧面看，我的拍面是接触球的后侧，看到这个样子吗？侧面看你们能看清楚的，对不对？我是摩擦球的后侧，我摩擦球的后侧了，这个球你看是不是往前走的？是往前走的。那我要平着摩擦球的底部呢？它是不是就往回走的？但是你们从侧面看，平着，我的平着，球是往回走的，我立着，球是往前走的，往回走不就下旋，往前走不就上旋吗？对不对？那和我的动作请问有关系吗？没关系，根本没有任何的关系，对不对？你球拍立着了，肯定是摩擦球的后侧呀，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呢，我们既然拍形对了，你接触球的拍形对了，就一定是上旋了，就一定是上旋了。那至于我的动作，我告诉你们，我就全部直的往下砍，直的往下切，这个球也是个上旋，看到吗？这个球落台，对不对？那反过来，我拍子平的话，我一定能够发出下旋。我只要拍子平着，我动作勾到天上去，你自己看什么旋转？这个球是不是往回走的侧下？我勾到天上去，是侧下吧？对不对？我立着拍子，我切地上去，它该上旋还是上旋。所以说，你们千万不要在自己动作上面下功夫，不用再去动作上面下功夫，你们也不用去研究我要接触球的几点钟的方位啊，我要用球拍哪个位置接触球。你能把你的拍形找对了，这个球旋转一定是准的。别天天研究这个，那这样的话你就研究乒乓球研究不明白了，天天抱着钟表看就行了。没意义，我说话说的直，也是直接给大家告诉你们，别走弯路，别走弯路。然后拍形立，摩擦球后侧，我往前也是上旋，我往上也是上旋，我往下还是上旋，明白了，朋友们？那我这个往下只是为了隐蔽性更强，更向下旋，并且我往前的力量没有了，我都在往下或者往侧下，那这样的话，这个球更好的进行一个卸力刹车，所以说这个球更好发出短球。大家看。哎，我的，大家再看一下啊，1、2。所以说，你看到现在很多朋友们都纳闷，你这个往下切的动作怎么能够发出上旋来呢？你要把这个是不是做到了？对手是不是很多球他都觉得这个球是下旋，他还在老老实实搓你，一搓1.5米、2米多高，你就等着拍它就好了，对不对？那你是不是就搞定了呀？是不是就搞定了，朋友们？啊，就是一个力和平的问题。你天天研究几点钟，你就算研究了，你能100%就做到几点钟吗？你做不到。你连个基本的拍形都没有搞握好，你搞那这么抠的细节，你能抠明白吗？没抠，你肯定是不行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大家不要练偏了，不要练偏了，好吧？现在是6.6万的点赞，挺吉利啊。然后呢，大家看看能不能帮主播现在冲到个10万赞。10万赞呢，我现在让客服给大家去发个福袋。可以吗？我准备了一些非常舒服的毛巾袜，咱们729的给大家去做福利，大家帮主播冲到10万赞，以及呢，等会儿想参与福利的朋友可以帮主播上个粉丝灯牌啊，这也是给咱们带有粉丝灯牌点了关注的朋友来的一个福利，大家可以给主播帮忙，可以吗？感谢你们的支持啊，因为这个数据它是有考核的，就是点赞、关注啊、粉丝灯牌量，我要直接给大家说在这里告诉你们了，所以说你们能不能帮我把数据做好看点，帮个忙，我就踏踏实实给你们好好讲技术了，行不行啊？感谢你们啊！好，那我现在把刚刚这些问题给大家再去总结一下啊。对于勾手发球的侧上旋，其实勾手为什么大家好练、喜欢练？第一，看起来专业；第二个，发出来的右侧旋强，对手不好接，再加上他的动作的隐蔽性实在是很大，本身是侧对于球台，最关键什么？你的这个球拍是面向于自己的，并且你的发力点还是在有点偏靠于身体的右侧后方，在这里发力，所以说你留给对手观察的，你的拍形的时间很少，再加上你还有各种的假动作再做上去，对手肯定晕，好吧？总结一下，
上旋的旋转一定是通过你拍行力，对吧？因为我们上旋发出去的球是要发一个侧上旋短，并不是提一个侧上旋长啊。想发侧上旋短，拍行力，这就已经是上旋，然后我们再去通过让自己的动作什么往侧下的多一点，往侧下的多一点。这样的话，你在往侧的时候，除了能够去卸力之外，让这个球不太往前走之外，并且你还能够把你这是勾手的侧上，你还能够把你勾手所发的右侧旋能也强一点，这就是一个右侧上旋，对吧？这是仅仅是往侧，对不对？右侧上旋。那我现在还能再加一个往侧下的力，所以说这个球发出去，我能让这个球更好的卸力，不仅有往侧的力量，还有往下的力量，有两个力量共同限制这个球向前走，让它落了台子之后没力减速，再加上呢，我往下能让对手看起来更像个下旋，你整体的这个，你看隐蔽性才能高，是吧？我也就实话撂在这里。如果说随便抽出一位朋友来，10个里边9个朋友第一个接这个球一定是选择搓一个都是高的，对不对？是吧？都很多朋友们以为我就是发的下旋，你看落了台子之后，它是不是往前走的？对吧？那下旋是怎么发的？我的，再给你们发一个下，这是下旋，落台子在球台上停着，不往回走。这是侧下，这是侧上，学会了吗，朋友们？啊，感谢大家点赞，现在是10.7万赞了啊，10.7万赞了。然后咱们可以左上角呢，大家可以点点关注，点点关注。刚这位朋友说的其实挺厉害，他说他可以选择拧拉。选择拧拉，但是你们知道拧拉什么球最不好拧吗？发这个很好拧，发这个很好拧，什么球不好拧？朋友们，啊，什么球最不好拧、最不好挑？这个，你知道为